气象署发布直播，预估下暗11点会发生珠暴，而且会维持54点钟久。上大规模会达到强烈珠暴的等级。加在咱台湾的纬度较低，未直接影响送电系统，总是讲这卫星定位可能会变较无准。太阳的表面强烈爆发，和面积真大，而且磁场的结构真复杂的乌子群，爆发出 X1.8级的闪火，同时更有明显的日变物质弹射。10月7号发生的时阵，对准地球的方向，气象署太空天气特报弹射出来带电粒子，暗算伫10月7日的暗时到11左右到地球。预估电磁扰动会明显增强，而且持续影响差不多54点钟，相当规模可能抵占到强烈珠暴的等级。强烈等级的地磁风暴，对于高纬度地区而言呢，他们的输电网络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还有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可能会受到很明显的干扰。不过对于我们台湾而言呢，这些太阳来的带电粒子，它其实并不会直接轰击到我们台湾的上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能会因为受到一些无线电通讯的干扰的缘故，使得呢我们的定位会短暂变得比较不准。台北市天文馆讲，伫高纬度的地区有可能超载，也是跳电。卫星通讯受到干扰，极光出现的纬度嘛降低。台湾因为纬度较低，卫星通讯和电力是无受到直接的影响。会当看的是，最近几年上港的卫星，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拄好弄过太阳和地球看过去的方向。彗星穿越太阳前方的身影，那也同时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带电粒子杂讯朝向地球的方向轰击而来，使得画面看起来雪花点点，非常的多的这些杂讯，就是呢卫星受到太阳喷出的物质造成的明显的影响。台北市天文馆讲，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10月7到11，经过太阳的头前了后，会一步一步离太阳愈远。12开始，共款有0.7到1.7左右的光度，会当伫日头落山了后，西边的低空看到这粒卫星伫天顶闪闪时。记者综合报道。